毒的事件爆发了后，有真侪人唔敢食这个假面饭咯，就惊假面饭会产生着米钾菌酸，也毋过炒饭就是要用假面饭来炒，才会当粒粒分明。安尼一来，是要安怎炒出着好食佮安全的炒饭呢？食品专家讲，这个庆饭尽量提早来放冰箱，唔免着等甲饭冷菜冷才来冰。另外，若是惊这个米饭炒起来会黏黏无好食，会当伫咧炒饭进前，先甲米饭甲两仁搅搅咧，安尼嘛会当炒出着好食的炒饭。米饭用大鼎来炒，总铺正熟手，甲米饭炒甲粒粒分明，搁加鸡卵加炒1分钟，香港的炒饭就上桌。虽然是简单的料理，不过却考验着总铺的技术，尤其是电影内底经典台词，搁较互人记条条。要用隔夜飯炒啊，炒黃。電影內底強調，就要用凊飯來炒飯，才炒了好。不過，寶林地色嘅中毒事件，互真濟人唔敢食凊飯，真濟人慣死甲電鍋內底食袂離嘅飯，放佇咧室溫內底放涼啊，才冰箱。不過，安尼就有可能互米飯產生米钾菌酸。不要放冷，就大概微温就放在冰箱里面。放冷的话，它会在室温下面时间太久，微生物反而有可能容易生长啊。米饭无完全冷就来冰，会当减少伫咧室温内底的时间。护理师谭敦祖嘛建议用密封的壳啊来保存，效果更较好。食物有一个危险温度是7到60度，那其实台湾1年4季都在这个温。放凉的过程中容易受到细菌的污染，你只要不是趁在滚的那种汤放进去，其实这个不会有影响的。谭敦祖建议，就算是小的米饭嘛，赶快会当用密封的壳啊来放冰箱，安尼嘛会当保鲜。炒饭之前搁拿一罐两仁，赶快会当炒了粒粒分明，食了安心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